篇118篇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我们在这日我们要欢喜快乐。这时我们要用听我祷告的这首诗歌来预备进入我们今早的祷告会跟敬拜。好，我们一口开口来唱这首诗歌。全能的上帝，愿你垂听我呼求，但愿你赐福于我，使我境界宽阔。用你话语教导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与才干，为你荣耀征战。愿你与我同在，做我侍卫的盾牌，保护我免受试探，领我脱离灾害。愿你与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得胜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全能的上帝，愿你垂听我呼求，但愿你赐福于我，使我境界宽阔。用你话语教导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与才干，为你荣耀征战。愿与你我同在，做我侍卫的盾牌，保护我免受试探，领我脱离灾害。愿与你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得胜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这时我们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为几件事来祷告。第一件事，我们为着你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祷告。我们在生活中面临到的许多的困难跟挑战，我们是否坚信自己与主你同在？常常我们要与主有真实的祷告，领受圣灵的引领。我们是否每天有读经与神相交，实践上帝的话？我们是否都顺服主的安排，让主来一切的掌权？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求你不断的与我们在与你面前来敬拜。主啊，祈求你不断的引领你的圣灵与我们同行。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全能的主啊！你是掌权万物的主，你的爱比山高，比海深。你不只将我们的灵魂脱离黑暗，还日日施恩给我们。你如同对待以色列人对待我们一样，每天降落那属灵的吗哪。这时我们要为着我们个人与你的关系来祈求，恳求主你赐派圣灵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时时的固定的读经、祈祷、默想的灵修生活，操练我们敬虔跟知足的心，让我们属灵生命更加的健壮丰盛，日日的与主你来连结，如同鹿吸目溪水，渴慕来亲近主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同心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再来，我们为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家庭跟上帝的关系来祷告，恳求我们的阿爸父时常用管教提醒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因为家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家就是要安稳平静休息的地方。让我们回到家，夫妻是同心在基督里领受主的心意与智慧，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恳求主帮助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成为美好的见证，来影响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同事。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劳苦的回到家后，大家都能有安稳平静的心，回到每一个人属爱的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渴慕回到家渴慕的心，能好好的休息。主啊，你是我们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祈
亲爱的天父上帝，这时我们要为我们富强教会每一个家庭来祈祷，恳求主你赐下勇气与智慧，当我们的家庭遭受挑战和困难时，我们自己有能力来抵挡撒旦的攻击跟破坏，因为我们有主，我们有圣灵的保守。在家庭跟亲子的关系，我们应该学习耶稣温柔的教导跟怜悯，来疼惜我们家里每一个人，让我们彼此的误解、伤害的关系都能得着恢复。也恳求我们的阿爸父，让我们夫妻都一起能同心在基督里领受上帝的心意与智慧，来教导孩子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正确的生命态度跟行为，让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成为邻居的见证、社会的见证、同事的见证，让他们愿意因为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过得很好，我们都活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再来唱，愿你同在，愿你与我同在，做我是为你盾牌，保护我免遭试探，领我脱离灾害。愿你与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愿你与我同在，做我是为你盾牌，保护我免受试探，领我脱离灾害。愿你与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的器皿，心中充满主爱。这时我们要为我们教会兄弟姐妹有身体病痛，或者是有受到疫情影响到工作、经济收入的来祷告。我们邀请你心里所认识的朋友们来提名祷告。当我们的肢体落难的，或者因为他的工作、人际关系心里受压制的，也为着我们流失的会友或者停止聚会的朋友来提名祷告，恳求圣神不断地引领他回到我们的圣殿，回来耶稣的身边。也为着疫情受到工作影响，或者是个人面临到工作过大的压力，求神你能赐下智慧跟勇气，让我们度过这一切的困难跟危机。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主啊，祈求你让我们在工作面临的困境时，主你都能有力量，让我们勇敢地坚持下去。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主，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主你都能赐下圣灵来保护我们。也求主让离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回来教会，一同来敬拜主。主啊，因你无限的爱，让我们富强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大家庭。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你必会成全我们所求所想。这时我们为着心灵肉体欠安的兄弟姐妹来提名祷告，祈求你施下怜悯医治的全能在他们身上，行大神迹，行大医治，救赎你的孩子。主啊，我们的好牧者，你曾说，失落的你要寻找，受驱赶的你要带回，受伤的你要为他包扎，生病的你要让他得医治，在你都完全没有难成的事。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的声音，也为着我们流失或者停止聚会的朋友来祷告，恳求主亲自用圣灵来引领他归向你。因为疫情或者是工作收入受到影响的，也祈求你让他们度过所有的困难跟危机。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再来，我们为教会的长职、团契首长、各区的牧区区长、小组同工，以及我们整个教会的宣传事工的所有同仁来祷告，保守我们团契首长有火热服事的心，有渴慕敬畏的心和活泼祷告的灵，祈求属天的智慧与能力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也让我们服事的恩膏大有果效，充满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窗口。也祈求主带领我们教会所有的会友，大家都成为你属灵的器皿，来为主所用。
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祷告。来，我们主圣堂也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一切。祈求让我们所有的会友都能愿意委身在主你的面前，保守我们这一切。主啊，你一定要听到我们的声音。主啊，祈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个人经历圣灵的洗礼、圣灵的保守。主啊，我们多么爱你！主啊，我们多么爱你！我上帝，我的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救赎主。愿我嘴所说，心所想，在你面前能得到接纳。恳求你彰显复兴教会的计划与意向，无论是短期、中期、长期的教会的发展事工。恳求主帮助我们的夏牧师、谢牧师、许传道，以及我们教会长职、各团契首长，还有所有的同工，都能从你而来的智慧，同心服侍主的心志，让整个教会的发展可以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依个人的恩赐投入到教会大小的事工，彼此相爱服侍，相互扶持，并我们要愿意不断的装备自己为主所用，全心尽力与牧者同工，传扬主你的福音，让我们富强教会成为台南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成为社区祝福人的出口，好好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与意向。我们将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时我们再来唱，愿与你我同在。愿与你我同在，做我是为你盾牌，保护我们遭试探。愿我做你在海，愿与你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对齐你，心中充满主爱。愿与你我同在，做我是为你盾牌，保护我免遭试探，令我脱离灾害。愿与你我同在，我在你面前敬拜。做你的神对齐你，心中充满主爱。再来，我们为今天的主日礼拜夏牧师的讲道，以及我们今天要预备守圣餐的心来祷告。恳求主你圣神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的身上，保守带领他们到今日的主日，从头到尾，主你的恩典满满的与我们同在。请我们同心来开口来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为我们赎罪的圣餐。主啊，感谢你不断的用你属灵的宝血的肉体，来让我们能得到我们内心的软弱的救赎。主啊，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的灯塔，不断的引领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亲爱的主，恳求你保守我们夏牧师今天所要分享的讯息，在圣灵所赐的合一里，我们将从夏牧师所讲的信息中来领受你要对我们说的话。祝福今天礼拜，让说的与听的都能得着利益。恳求主的灵带领我们，在每一次守圣餐时，再次的提醒我们思考圣餐的意义，再次光照我们的心灵，好让我们的心与主你同心同坐。主的爱充满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的圣洁时刻，将今天的主日敬拜恭敬的交托在阿爸父的手中，求主掌权。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对爱我们的阿爸父对他说赞美敬拜，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匍匐在你面前，赞美敬拜你，主我王，哈利路
的圣灵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你听见了吗？让我们一起用歌声来向他献上赞美敬拜，在呼召我之处。主温柔的生命，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用光照向我，保卫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让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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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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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呼召我之处，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之处，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用掌声给我们的阿爸父，他如此的爱我们。赞美我们的主，主啊，这个地方就是你呼召我们之处，我们要在这里敬拜你。感谢主，让我们这一群百姓愿意用歌声赞美主，用祷告向主倾吐我们的心声。神啊，在新年的开始，我们愿在主你面前摆上一切，愿神亲自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从圣经的话语会得着信心跟力量。因为在圣灵的保守之下，我们有信心往前面走前面的路程。感谢你的恩典，愿今天的敬拜荣耀归给你，
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被神所触摸，圣灵所感动，看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感谢你，我们要用使徒信经一起来回应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本周的经文有2个地方记载在诗篇第42篇第5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为什么这样悲伤？我为什么这样沮丧？我要仰望上帝，还要再颂赞他。他是拯救我的上帝。在流亡中，我心悲痛，因此我想念上帝。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骚乱如洪水向我怒吼，像黑门山以上你的瀑布，滚滚冲向约旦河。白天愿上主显示永恒的爱，夜间我要颂赞，说是我生命的上帝。你是我的力量，我多么敬爱你！上主是我的岩石和堡垒，我的上帝是掩蔽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力量，是保护我的要塞。我要向地呼求，这样有一首献诗。三营小组带来的诗歌是《唯独倚靠你》。献诗结束，由牧师来讲道。本周讲道的题目是仰望上帝，排忧解虑。流出宝血。
谢谢赞音小组美好的歌声，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台湾人的习俗是到元宵节春节才结束哈。不过现在已经是一个工商的社会，我们大概很多人都已经回到工作岗位，大家继续在打拼跟努力。我们今天要用2段诗篇的经文一起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分享前一起来做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恩典一起来聚集。我们要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思考你跟百姓的关系，你怎么样爱护你的百姓，让我们在遇见困境的时候有主的依靠，我们就有力量向前行。主啊，我们也要在今天一起跟主同坐主桌，一起来领受圣餐，见证神恩典的记号。感谢赞美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圣灵亲自来启示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这2年当中，一直面对了很多疫情所带来的所有的市农工商还有各方面的挑战。很多弟兄姐妹遇见各样的困难，有时候是大环境的困难，有时候我们自己处境的困难。今天牧师要透过这2段经文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仰望上帝，得到这种力量，叫做排忧解虑。刚刚读了2段诗篇，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复习哈。那这个最印象深刻的经文就是42篇的诗篇42篇的第5节，他这样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开场这个主题。诗篇42篇的诗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悲痛呢？我们从圣经的经文的背景看见，原来诗人这个时代的背景是他们在过着流亡的人生所产生的悲痛。换句话说，自己的国家没有了，被掳了，在异地异邦生活，然后被敌人所压迫，被敌人所耻笑，甚至被敌人所威胁。在这种情境之下，他怎么面对人生至大的挑战呢？诗篇42篇，以及我们等一下另外一段经文18篇，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个例子，这样子。那诗篇的作者，他在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遭受了仇敌的迫害，不断的受苦。”遭受仇敌的迫害，不断的受苦，那是在第9节当中所写的哈。然后在第10节，我们刚刚没有读到的，是在后面，他是被凌辱压碎了，而且不断的受讥刺，不断的受讥刺，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哈？那第9节，刚刚我们都遇到迫害，和本是这样说，他说：“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他是面对了仇敌的压迫。第二个更严重，第10节他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他是被凌辱压碎了，不断的讥刺你的上帝在哪里。我们在读很多历史的时候，知道说，古代可能不像现在的这个国家那么大，但是就是某一个邦国，他们在互相攻击的时候，像在以色列那个时代，或是中国很多历史上的朝代，他们不只是来抢夺、杀戮，甚至毁坏、烧毁你的城池、你的房屋。有时候他更大的侮辱就是说，他讥笑你所敬拜的，换句话说，他侮辱了你的宗教。那以色列人就是在
遇到这种情境之下，被敌人不止压碎，而且还讥刺他们说：“你们的上帝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家人受害已经是非常的惨的。那现在连你的信心都把你打碎了，说你们的上帝在哪边你们的神怎么不救你呢？哇，那一种讥刺是一个流亡的人所产生最大的痛苦。那这个诗人他这样在提到他所遇到的困境。还有第3点，他有那种无法克服的悲伤，所以他自己在这样11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又讲了一次，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为什么这样？因为没有办法克服这样的悲伤，这样的沮丧，我怎么办？但是这个诗篇的作者很有意思哈，他一方面讲出他的困境，一方面就讲出他想要做的办法，想要解决的方法。那如果谈到我们所说的遇到亡国的困境哈，最出名的一篇诗篇就是在137篇，他很明确的写了他在亡国被掳，然后被抓到巴比伦，然后这个诗人唱出了那个他的哀歌哈，他被欺负的情况。有空大家可以用这段经文再做一点思考跟对照。这篇诗篇这样说哈，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第4节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段话很清楚地描述一个国家亡国被掳，已经是悲惨无以复加了。敌人还告诉你说：“来唱一下你们故乡的歌吧。”就好像台湾人被抓到一个地方，他说：“你们唱一下你们的《望春风》吧。”那种感受你会觉得说，已经是痛苦的不得了，还叫我们唱自己的歌所以诗人他这样讲说：“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怎么忘记呢？”他说：“如果忘记耶和华，忘记耶路撒冷，情愿我那些唱歌的技巧都忘记了，我的舌头贴于上腔，等于是我连声音都吐不出来。”所以这个是一种遇到人生最悲痛的时刻。不过弟兄姐妹，当然这段经文有它的背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人生环境，可能没有大到像以色列人遇到亡国的这样阶段，遇到那种悲惨的境境。但是人生总是遇到很多很多我们所遇到不如意的事、忧伤的事、烦恼的事、忧愁的事。我们看到诗人他怎么样来处理他自己所面对的困境，他的解忧之道。同样在这些经文当中来互相对话在这些经文当中互相对话。第一个，他是在第5节的时候，他说：“我要仰望颂赞拯救我的上帝。”第5节原先是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他讲说自己跟自己的心在对话，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好像一个人自己在对话，好像演那个布偶戏一样，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或是一个左一个右你为什么这样我要这样所以说我心里忧闷你心里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烦躁我要仰望上帝，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要称赞他。不知道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了有些人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常常会自己自说自话，他会叫自己的名字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忙碌干嘛？为什么还要为这种人花那么多时间呢？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自说自话。
那诗人有像类似这种情境，但是他有一个对照的，他把自己的哀愁讲出来了，但是他仍然找出自己所要在主面前所得到的一种信心哈。他说：“我要颂赞上帝。”第6节，他在悲伤中、悲痛中仍然想念上帝。他的经文和合本是这样说：“我的上帝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虑，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萨山纪念你。心里忧闷，但是我仍然在纪念我的上帝。”第7节还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以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好像一切都淹没了，一切的那个希望渺茫了。”但是诗人他仍然不放弃希望，所以他在第8节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告白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上帝。”新翻译的现代本就是讲说，我们在白天是体验上帝永恒的爱，那夜间我要颂赞他赐下生命。白天跟晚上就是一个时间的流转，我仍然要在这一种不顺利的情境之下，我要赞美他永恒的爱，要颂赞他给我生命。那18篇第1到3节的诗篇作者，他就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自己得到力量的方法。18篇诗人的信心，他是说：“上主是我的力量，上主是我的力量。”第二节是最标准的一段信心的告白。他说：“上主是保护我的岩石和堡垒，掩护的避难所，我的盾牌，拯救我的力量与要塞。”换句话说，在当时那个时代，什么东西能够保护？什么东西能够抵挡仇敌？什么东西能够避免灾难？他把这些话都描述在这一节上面。他说：“上主是保护我的岩石、堡垒、避难所、盾牌，拯救的力量与要塞。”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习诗篇的作者，他怎么样操练自己的信心？因为你自怨自艾，你忧愁流眼泪，并不能解决事情。诗篇的诗人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启示。第3节，诗人他这样子的告白说：“我向上主呼求，他就救我脱离仇敌。”我跟主求。通常刚刚我们提到了，一般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有人很忧愁，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这样的忧虑呢？”有时候甚至不愿意跟人家讲话，甚至关在自己的密室里面，就是不想跟人家见面。这是常常一般人所遇到的困境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这位诗人他遇到的困难比我们大得多了，但是他自己在告白怎么样得到方法。所以弟兄姐妹，在新年的开始，我们知道我们遇见很多的困境，并没有马上解决。那个陈时中部长他好像在受访问的时候讲说，好像隧道前面一个光但是还没有到啊。到底我们的疫情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我们很多人受影响，工作受影响，你的行程受影响。有的弟兄姐妹工作在大陆或是在东南亚因为要管制，又要在那个防疫的地方被关13天、14天所以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做。弟兄姐妹，这些大概是我们共同遇到的灾难或是苦难。仰望上帝，怎么样排忧解虑，这是我们一般人都要面对的。人生常有忧虑，在生活中大小事，你的家庭、你的工作职场、你的社会、国家的环境，
我们遇到了新冠的疫情，许许多多，大概讲都讲不完。有的事情大到你无法解决，有的是小事情，但是你就是一个疙瘩在心里面，感觉心中不清爽，感觉到底睡不着，吃喝又觉得没什么乐趣，找朋友又觉得有一点厌烦很多事情都不好。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所说现在的人大概衣食都不怎么缺了当然经济困难难免都有，但是我们遇到的困难常常是精神上的、人际关系上面的、在职场上面的、亲子关系上面的。弟兄姐妹，找出你的忧虑，但是学习诗人怎么样去解决。我们看到诗人的情境诗人他忧伤的情境，在刚刚读的42篇的6到7节这样说：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骚乱如洪水向我怒吼，像黑门山米萨岭的瀑布滚滚冲向约旦河。用大自然的现象去感受到人所遇到那种困境，就好像一个人被丢到大海里面，四处没有什么可以依靠。诗人这样的忧伤，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解除这样的忧虑。基督徒要怎么样学习仰望上帝，然后排忧解虑呢？诗人给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他说：第一个，在困境中要仰望上帝，因为圣经这样讲，他说他用笑脸帮助我，他用笑脸帮助我。弟兄姐妹，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啦和合本的翻译，他用笑脸帮助我，这个话很有意境就是你要去想象说，你在忧伤，你在流泪，你在痛苦，然后上帝笑着脸跟你讲说：孩子，不要担忧，我在你旁边。我们在座很多都养育子女，当孩子跌倒或是有遇到困难的事情，在哀哭的时候，你会用笑脸跟他讲说：孩子不要怕，妈妈爸爸在你身边。那种安慰，那种力量，就是这个情境。上帝用笑脸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仰望他，不是逃避，而是迎向我们的神。诗人他说反而还要再颂赞他，因为这个是得能力的来源。诗人不这样逃避，他说反而我要颂赞他。这个是我们违反一般人的自然反应了你遇到困难你会躲避，你遇到压力你会哀哭你遇到很多人的挑战你会躲藏或是忧愁甚至埋怨上帝。但是诗人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说反而我还要再颂赞他，这个是得能力的来源，因为他说这个是拯救我的上帝，确信他是拯救我的上帝。诗篇42篇刚刚我们没有读到的11节，他这样写，又重复了一次，他说：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上帝。所以从诗篇看到一个明确的一个指示，就是困境大家都有，艰难每一个人都不同的面向，有人是家庭的、工作的、人际关系的、健康的，或是学业的困境，往往随时好像不着痕迹就来了。我们常听的一句话说世间事不如意的事怎么样，10之8九，没有讲说10之1、2，10之1、2那太轻松了，是10之8九，那怎么办？你总是不能逃避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当委屈的时候，我们躲藏的时候，我们哀怨的时候，我们抱怨的时候，诗人告诉我们说，反正这个时候你要赞美神，
那是违背我们的人性，或是违背我们一般的行为模式嘛。但是诗人因为这样得到信心跟力量。前不久牧师读了一篇文章，觉得这个作家写的一些建议很有帮助，那我在这边一起分享哈。这位基督徒作家叫奎尼斯·佩特威是翻译的，他提供以下这些建议，大家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得到一个基础，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忧愁烦恼，不知道，但是我用这样的方式，我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第一点，你要纪念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纪念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创世纪1章1节他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换句话说，一切的一切都是根源，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上帝是一切的开始，万物万有都与他有关。既然是这样子，你会发现说，我无论是拥有什么，我无论是失去什么，我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总之，既然上帝是创造万有的，我就是全心倚靠他。所以一切都是上帝所造，都与他有关。所以我们一旦想到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好像你眼中看到好巨大的困境的时候，从上帝的眼光来看，那就微不足道了。人的心境会把一件事情放大，一个困难放大。所以有人情绪控管不好的时候被人家讲了一句话听起来很难过，就哭了出来，或者说一天是吃不下饭了。但有的人一听觉得也没什么嘛，EQ 很好，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真正遇到困境的时候，这位作者告诉我们说，你要先纪念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他看来，一切的事情没有大到天掉下来的那种困境，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困难会缩小，会微不足道。第二个方法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所有能力都出于他。你困难，你手足无措，你没有力量去解决，那是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的。但是请记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有能力都出于他。前路虽难走，上帝要告诉你，在他没有不可能。所以当你这样的话，你发现说，有上帝在帮我，还怕什么？你那种力量会转化成一种向前的动力。所以我们需要的一切能力从他而来。有几段经文在做这样的见证。耶利米书32章的17节，他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大能的手来创造天地，所以这种大力量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所遇见的事情真的是芝麻小事。耶稣也这样勉励，他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可能的，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有一段在约伯记里面记载的，描述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穹苍说的很有描述的非常的精确，或是让人家眼睛一亮在约伯记26章的7到8节，他让我们一个很惊奇的视野，了解他的能力有多惊人。这段话是这样写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看起来我们看到的大自然现象，他用这些话把我们描述的，那个情境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妙。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对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坐在这里，但是整个地球是在宇宙的空中在旋转的，那种奇妙你没有去想象，你就发现好像自己困在自己的一个牢笼当中。第三个，我们要纪念的是，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当你的决定，当你的判断有遇到觉得不如意的时候，请先不要下结论，
你要先求问神说：神啊，是不是你的计划，还是我的计划？是我私人的想法，是我私人的欲望，还是神为我预备的？当你将这样的概念放在你心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即使是遇到困境，即使遇到吃苦，你就会说这个是吃补。我们失败的时候，你会一筹莫展，但是神有时候借着失败，让你得到下次成功的力量。那这个就是基督徒信心的来源。所以人因为陷入忧虑，以至于他忘记一切的事，忘记一切事情都有他的旨意了。那人总是先看眼前的嘛，先看目前的事情。但是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跟神赞美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这个困难并不是永恒的困难，你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被超越了。昨天牧师跟谢牧师去参加高雄的一个青年的婚礼，然后去访问我以前的教会一个姐妹，她心中很哀愁了，因为她说她的女儿、女婿两个孙女都在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现在疫情也很严重都不能回来所以借着 LINE 啦，或者是这个网络再聊在关心他也在烦恼他的孙女怎么样成长，什么考试什么的。那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神给他一个信心。他这个小孙女呢，在怀孕的时候或是出生的时候，身体是有残缺的，但是经由祷告、医生的医治，这个小孩子很平安健康的成长。他就回忆说，当小孩子还在他女儿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跟他按手祷告，他跟他说：你这个小孩将来是你们家的开心果，是你们家的祝福，但是你要经历很多很多的难处。因为这个小孩我们在那边牧会的时候刚好碰到，就身体出生的时候有残缺，就马上要进入保温箱，然后住那个加护病房，然后一步一步治疗。那经历了神的医治，这个小孩现在很健康，还参加什么运动的一个项目，而且在他家里面他还会发号施令，他告诉妈妈说：妈妈你对姐姐太严格了啦，她很厉害，你知道吗？这样子就他帮姐姐来解释就对了，因为妈妈很要求很严格。所以有时候人遇到困境的时候，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但是神的计划是这样子，请记得，你要让神的计划在你身上实现呢，还是你自己用你的方法，然后做的没有什么成果？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像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和华这样的应许，然后你有没有信心去承受？还是你一直看着眼前的忧伤，或是眼前的挑战？第12节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呼求要祷告困难的时候不是看自己，而是看神。这是诗篇诗人教我们的。最后一点是，上帝爱我们，他爱我们，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姐妹，无论你经历任何的困难，或是甚至最旁边亲人的背叛，都请你不要忘记，上帝一直爱着你，你并不孤单，而且他使万事互相效力，让难处变容易解决，让困难灾难变成祝福。经历难处有他的恩典带领，前方黑暗无光，他的爱是向前的动力。痛苦并不白费，向前走就有美好的祝福等着你。罗马书8章31节这样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这些话，你会看见他这个讲话的那个心情，对不对？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换句话说，我是遇到困难的，我是遇到失败的，我是遇到压迫的，我是遇到挑战的。既是这样，但是只要上帝帮助我，就没有人能抵挡。这是罗马书给我们的信心。32节他这样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对照着前面这一段话跟后面这一段话，换句话说，我遇到这么困境，有什么话说呢？上帝只要帮助我，我就绝对有力量，因为他连儿子都给我们了，他连他的爱子都赐给我们了，那岂不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这4个方面，一个装备自己，面对我们人生可能的挑战。所以我们熟悉的这段经文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同心来读好不好？预备来，我们晓得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这句话我相信一定是你常常送给一些遇到困境的人所讲的一段经文。那希望成为你的 DNA、你的基因、你的人生面对挑战的力量。即使是不平顺，即使是遇到困境，请记得，你只要爱神，神就会让万事互相效力，然后按他旨意的人会得益处。那你何必自己去瞎摸瞎搞，到最后自己弄得伤痕累累，但是你却忽略了神的恩典。整个今天的信息，我们看到一个点，就是跟你的人性的反应有一个反差。越遇困境，越遇艰难，你就越要赞美神。就像保罗，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在监狱里面唱诗歌赞美主。这是跟我们人性有反差的嘛？但是这是基督徒得胜的力量，得胜的力量。你要荣耀主，你要赞美主，因为这是你表达上帝有大能跟你同在的一个基础。最后牧师做3个小结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提案，第一个，将生活交托在上帝手中，以信心代替忧虑，以赞美代替叹息。以信心代替忧虑，以赞美代替叹息。你会发现说，困难变小了，不再那么的让你忧虑。第二点，上帝正呼召你活出大有信心，选择看见恩典，而不是困难的生命。在怎么样艰难的环境当中，你的信心在这个时候要展现出来。你要看见恩典，不是看见困难的生命。第三个，确信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慈爱永不离开。那是我们从圣经许许多多的见证当中，许许多的圣徒的这个见证当中，许多遇到困境当中被神所拯救的人当中，一个成功的模式或是一个得上帝保护的模式。我愿期待我们富强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都建立了这种信心。你的困境也许别人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但是神永远爱你，不离开你。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要准备一起来同坐主桌来领受圣餐。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看见诗人他美好的见证，他们遇见困境，他有哀愁，他哀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但是他仍然勇敢的见证说：我要仰望上帝，因为上帝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主啊，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将这样赞美的力量赐给我们，将这种胜利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在面对人世间一切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孤单，因为主的同在，我们困难就变小了。有主的拯救，
我们一切的困难都要消失。神是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我们要借由圣餐来见证神的恩典。主耶稣为我们受苦，赐下平安，拯救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来领受圣餐。我们在投影片里面有一首诗歌，我们很熟的诗歌《宝贵十架》，我们一边唱，我们一边来预备，准备来领受圣餐，一起来。再唱一次，来，宝贵十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宝贵十架，上帝的大能赐给我们生命，我们要借由圣餐来纪念这个宝贵的赏赐。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于他的教会，按照教规领圣餐的，一起来守主的圣餐。我们来听主耶稣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的恩典跟大家一起同在。我们学习主耶稣设立圣餐，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各位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我们学习他的样式，一起来感谢神。亲爱的主上帝，现在我们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的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给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的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面得到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来得成长。荣耀你的圣名，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小会员一起来协助，来分这饼跟杯。我们这次仍然用环保2合1的圣餐。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使用这个2合1的圣餐，有使用过的，大家有经验的哈。就是说，你把第一个透明的薄膜把它拉开，先把饼拿出来，一个小小的饼拿出来，在我们心中来祷告，感谢神赐下这个救赎的恩典。那第二层是葡萄汁哈，先不要打开，才不会溢出来啊。先把第一层薄膜把它拉开，因为很小哈，有时候手指头，有时候不听使唤，小心哈，慢慢来剥。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献上祷告，感谢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有比较在小朋友的教室或是在角落的，可以向前或是举手，让我们的长老能够看见你。有没拿到的，请举手一下，摇摇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还不够的可以举手哈，可以来补给你。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愿每一个人因为这样的信心的领受，神的恩典，神赐下的信心跟力量，就一直跟着你，一直跟你同在。有还谁没有拿到的，可以再举手哈。没拿到的再举手一下哈，不要客气，再摇摇手哈。好，谢谢。没有拿到的，欢迎来举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谢谢。还有谁没拿到的，请不要客气举手哈。首先我们拿起饼哈，可以把你的口罩稍微拉下来一下。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时候你再把那个薄膜再拉开，这个杯子的葡萄汁。各位弟兄姐妹，这杯是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耶稣基督的平安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感谢无所不能的父上帝，我们全心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一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是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度的后裔。主，我们感谢你，借由这个圣餐，我们看见神的应许以及力量，
要帮助我们面对前面的挑战。在新的一年，借由你圣经的话语，借由圣餐所带来的祝福，让我们有信心跟勇气面对前面的挑战，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活的见证，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也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健康得神的保守。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准备奉献的时候，牧师在做一个提醒哈。我们每次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周报会夹了一个奉献袋。那意思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有2种奉献。平常的主日奉献，我们不用装奉献袋，但是你如果有感动，可以借由那个纸袋放下你的奉献。那这些钱不是用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专户啊，专门在帮助弱小的教会，或是遇到灾难困难的时候的帮助，以及去帮助这些贫穷的啊，这些如果你有意愿也可以参与哈。如果今天不方便没关系，就做主日的奉献。好，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执事来收奉献啊，也请同工来整理我们的圣餐桌，谢谢。唱奉献的诗歌。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这时候来做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的金句。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周报的后面，或是我们的投影幕。来，我们一起来念：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诗篇5篇11节。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周报的第2页。我们下个月的诗会是由我们的俊仁执事，那其他的服事同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服事的一览表。另外，我们的出席人数还有我们的奉献的金额也都在我们的周报的第2页。那这边补充说明我们1月30号、2月1号的新春礼拜跟2月6号的奉献的明细，在我们的周报的后面。那如果任何的跟资料有错的话，再麻烦跟我们的办公室，还有我们的财务室这边来做反映。
在我们的第8跟第9页这边。那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的第4页。今天是我们新春的圣礼典，那我们也回应上帝满满的恩典。那在下个礼拜，礼拜结束之后，我们有我们的召开小会，再麻烦我们的小会员准时能够出席。第2点，我们本会在下个礼拜天2月20号要召开定期的会员合会，那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下礼拜只有1堂的礼拜，是在上午的9点钟，在举行礼拜，然后顺便举行我们的这个合会的部分。那最重要的是，因为要统计我们出席的名单如果你汇集在我们教会，那但是你在下个礼拜可能没办法出席的话，麻烦要跟我们各小组长，或是跟我们小会的书记龙谦长老这边来做请假那请大家注意，那如果不需要我们合会纸本的这个部分，那也可以跟教会来登记，我们采用我们的电子档这个部分。第3点，我们的富强的门徒学校第4届的门徒学校的这个部分，我们开始是改在我们周日上午9点到10点半，在我们教育中心的2楼。所以这边如果有报名参加的这个部分，麻烦我们注意时间。那这个也是很好在坚定信仰的这个门徒训练一个重要的课程。那另外我们在第2阶有我们的进阶课程的部分，再麻烦有报名的同工注意我们这个谢牧师这边会联络另外上课的时间跟地点。第4，我们的门徒培育的事工的报告，为了鼓励我们查经现在我们有华语、英文跟台语的查经班那这边我们的地点还有我们的主讲的主领的人员也都在我们周报上面。另外保罗牧区它其实也有推动我们全年的有声的读经的计划，包括我们教会这边也有我们的读经的计划，也请我们会友可以积极的参与利用手机或是电脑很多方便的方式，那每天来完成我们的读经计划，来敬拜我们的神再来第5点，我们的代祷服事团队的一个重要的邀请，就是我们今年受难日前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从3月7号礼拜一到4月15号礼拜5这是一个重要的禁食的祷告。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可以在1周当中选1餐或是多餐来进行我们的禁食祷告也为我们整个教会的整个事工等等发展，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关心。另外第6，我们的哀伤陪伴的一个线上的课程，还有我们训练的一些时间，那也请大家自行来做线上的一个参加那下个礼拜第7点有一个我们的教育事工富强的周末讲堂，有邀请到我们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的谢温和主任有一个婚姻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题目，1点半到3点半在我们3楼的副堂。那另外一个开心的消息我们子安小组我们的嘉兴弟兄跟嘉靖姐妹在2月26号礼拜6上午9点半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那12点10分在南坊有一个婚宴，请大家有参加的话，在1楼公布栏那边做登记也恭喜他们。第9就是我们奖学金的申请，从即日起到3月6号截止那有符合资格的家中有这样的孩童的部分，那也请再跟我们办公室这边报名。第10有一个需要我们关心代祷的我们本会西教小组的张美玉姐妹在1月31号安息主怀，那在昨天举办的这样的告别式。那另外我们本会向阳金玉老姐妹，就是我们向耀辉长老的妈妈在2月9号也是蒙主恩召安息主怀，那预计在2月19号在殡仪馆举办这样的追思告别礼拜请我们各位会友持续为这些遗族来代祷，求主赐下安慰、信心跟力量给他们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因为防疫的关系，我们爱心午餐跟我们的心力转角的事工，那目前配合这个防疫的政策，目前暂停当中哈。接下来请牧师做补充报告。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内壢的德圣灵粮堂的会友哈，来台南访问朋友来我们教会聚会，欢迎哈，是英珠姐妹的朋友是不是？好，欢迎你哦哈。牧师也做一两个补充了哈。第一个就是刚有提到那个参加和会哈，因为通常和会有时候报告事情，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重点啊，所以大家会觉得时间很长。不过因为我们长老教会很重视这个和会，要大家出席，要一半，出席人数一半哈。刚刚我们师傅已经提醒过，但是还是要拜托我们各小组的组长稍微再提醒一下。如果真的有困难要外出，也做一个请假的动作，这样小会才能够把人数做一个很好的整理，让它能够成会。我们所谓的成会就是要过半数嘛，这个是我们教会一个1年1次的传统，只有1堂礼拜。那一天呢，我们也请各位要报告的同工先预备好，我们可能不一个一个报告了就是内容再重新报告一次，只是站到前面来问大家有没有问题？那没问题就请他回去了这样我们时间就会很有效率当然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所以现在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因为新年的关系，我们那个手册今天先印了几十本，先给我们这些报告者，请你记得到办公室来拿这些报告本，那你回去可以先看那下个礼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得到刚刚有提到说，你如果觉得不需要纸本的，可以登记一下，我们就不少印这几份你用电子档看或是家里5、6个、3、4个家人，我们就共同看一本都可以另外还有一个这边消息在后面的消息啦就是一个研习会的消息，在第7页我也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中会所举办的一个研习会，这个是软体叫 Kahoot 很多年轻朋友都知道了反正我不懂。它是一种软体，专门在跟学生互动的软体，教学的软体怎么使用那今天要借我们场地在3楼举办，那我们鼓励青少年或是主日学的同工，因为来我们这边办很方便嘛他是在下午2点可以来3楼参加，但他说希望你能够自己带你的那个电子的器材这样的话可以实际操作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是一个研习的活动。好，那下个礼拜是9点才开始因为只有1场礼拜结束我们有准备便当给大家当成午餐这样子。好，谢谢。颂龙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吟唱我的神，我的王啊。结束由牧师来主导。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护相通扶持，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大家请坐，默祷来闭会。
赐福给我们所有每位会友。那我们离开的时候，也可以再次跟我们旁边的会友再次问好请安，谢谢。平安平安。哇，你们的歌唱得很好。